气部下晡是来召开着电价审议的会议，讲后个月这个电费钱一定会调起，连带嘛大大来冲击着大众运输。像这个吃电量真悬的节运，也阁有高铁甲台铁，即摆拢密切咧评估起价了后对整体营运的影响。业者讲，这个电价若调起，恐惊会载袂调。若公路客运嘛已经向交通部提出着起价方案，相关的起价幅度恐惊是高达23%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相关的起价要咧讨论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呼吁中央电价应该冻起，或者是政府应该来补贴。路卡接站即捷运甲台铁，会当讲是真侪上班的人通勤的日常。是讲即摆四月电钱要调整，用电量相关的轨道业嘛受到影响。业者是吐大气，讲成本袂合。台铁如果调整一样 ，T Pass 都吸收 ，T Pass 也不会有调整啊。所以这部分全部吸收，那中途跟长途的部分，我们会再做一些讨论。今年一年不起，严格击败，恐惊是挡袂落。台铁对这件代志无回应，高铁表示整体评估了后会个讨论决定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希望中央会当提供补助的优惠。过去我们北捷在本业就已经亏损了21亿，未来对于台北市北捷的整体营运，应该要动涨，或是给予各项的优惠。台北捷运公司和新北捷运公司电钱特占营运成本13%到15%，桃园机场捷运是来到总营业成本的19%。若搁起嚟，电钱可能会超过5亿。台中和高雄的电钱嘛袂少，高雄每一年的电钱大概是4亿，若无起价，恐惊会面对着真大的营运压力。来看客运起价的程度，中等道底道300亿调起大概13%，400亿调起7%到11%。公路局已经通报交通部，若是以公共客运的票价来计算，起23%，台北到台中原价3字起到394块，台北到高雄票嘛为600块起到738块，高雄和屏东的票嘛起到775块。除了影响到业者营运，咱老百姓自地啊，恐惊嘛会对得起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